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有来境外病例，有人做过3剂疫苗，嘛是个胃着病。今仔早起9点21分，气象局发布国家级别警报，全国地动海中的警告演练，为9月2日国家防灾日做准备。台南市的霹雳小组一个警察红领检说拒载酒测，红记一支大告，伊的长官嘛连带处罚。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伫台北市哦，阁有6例境外病例，有人做过3剂疫苗，嘛是个胃着病。另外幼儿园的群组感染哦，是有5个人验出嘛是胃着Delta变种病毒。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有新增2例病例，那有6例的境外入。那这2例本土病例都是台北市啊，就是在台北市。关这个幼儿园的一个检验的结果哦，有新增了5个验出这个 Delta 病毒。另外有关幼儿园跟它的就诊采检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已经采检了这个3596名哦，那阴性的部分有3440啊，增加了6个，跟昨天相比有增加了6个啊。那检验中是128。报的部分，那昨天有新增了71件的不良事件通报，其中2个死亡。那这2例死亡是A 例疫苗接种后发生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这2例都是72岁啊。来看今仔日有64万剂 AZ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会送来台湾。指挥中心表示讲，这批莫德纳主要是要提供做第2剂的民众。刷来第9轮的疫苗会是 BNT 跟高端疫苗。后礼拜4嘛会开始伫学校来帮学生做 BNT 疫苗。还有疫苗要来啊！咱国家己买的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一定17暗时10点外会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这批疫苗会优先予要做第2剂的，不过有长辈是烦恼讲，第2剂让上久，保护力会下降。对这件代志，专家是讲，相关的研究拢显示，莫德纳也甲 BNT 这种 mRNA 疫苗，2剂疫苗让16礼拜拢还有保护效力。打了疫苗以后，你第1剂就会引起一个有免疫记忆的 T 细胞反应，那这 T 细胞反应不像抗体会逐渐消失，它至少大概几年的时间都会记着。你只要在打第2剂的时候，它 T 细胞就会帮助我们的 B 细胞去制造大量的抗体。因为国际的疫苗欠缺，咱国内也是有将近60万个莫德纳民众也未做第1剂。专家是讲，若做民众对 mRNA 疫苗较介意，原来会当选择 BNT 疫苗。未来都要看疫情的变化，也唔知影什么时阵会发生本土疫情的规定性的感染。建议若是有疫苗，都要赶紧做。突然又爆发一个群聚的感染的时候呢，那大家就可能必须要考虑优先去打所有可获得的疫苗，赶快建立免疫力。在疫苗注射这一部分，第9轮 BNT 会在后礼拜开始。符合意愿登记民众是18岁至22岁，65岁以上，也甲40岁以上的第9类。17拜5中昼12点结单。BNT 校园注射是为23开始，另外也开放注高端疫苗满4礼拜以上的民众会当预约第2剂，预定9月30开始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表示讲，咱政府买的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伫昨暗晡已经对美国起飞，今仔暗时的10点15分会送到台湾。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进行机组人员检疫3+11的专案报告哦，讲到这个防疫政策是指挥官陈时中伫4月13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决定的。今仔早起国民党团嘛占领议场来表达不满。疫苗采买有好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宣布，政府家己买108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自美国起飞，伫暗时10点15会到台湾。今仔日苏贞昌也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对5月疫情严重，外界认为是中共放任机组人员检疫3+11的政策，造成防疫的浪胖。我们所有该给立法院的报告都是如期限缴交送达，而疫情变化非常快速，我们都非常战战兢兢的准备，
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定稿。一方面告诉我们调查报告仍在进行当中，一方面又发出来的今天早上的文件是说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到底在逃避些什么？外界关心3+11的决策是谁人做的决定？报告讲是由指挥官陈时中开会决定。技术工会伫咧3月26讲，技术员有9成的技术无法度过正常的生活，有要甲6成严重失眠，影响飞行的安全。对此，陈时中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考虑到迄当阵已经连续60天零确诊，决定要实施3+11的模式。苏贞昌讲，无论是伊家己，也是陈时中，或者是指挥中心的决策，无可能做到无缺点。因若被点名不提出强烈建议3+11的民进党立委范云，规份报告内面拢无讲到伊，引起争议。报告我们就尊重行政院的调查小组的结果，那未来也有监察院的调查，那调查报告，那我的态度都一样。院长自己怎么样请辞就好啦，但是就是一个最大的负责啊，就是一个最具体的检讨。国民党团也着看帮提案要求苏贞昌甲陈时中应该为防疫不力甲疫苗无够负政治责任，公开向国人道歉。因国民进党用人数优势否决提案，指出国民党团伫咧苏贞昌上台进前，将其头前当调的阻挡议事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的技师为着调查病毒，嘛为何读北科附工的后生哦？北科附工全校停课14天，伫今仔开学上课，也毋过有57个老师、有学生爱阁继续伫厝里内底自主健康管理，因是利用线顶来上课。学校指出校方会加强防疫，除了会伫固定的时间来消毒，食中昼顿嘛禁止开讲，食煞隔板搁倒啊，都爱马上消毒。排一排，保持距离，往前走。伫校门口排队磅体温，手用酒精消毒，学生拢返去学校上课。中型航空技师突破性感染第一塔病毒案件，其中技师伫咧读北科附工的后生也确诊，全校停课14天。今仔日恢复上课，桃市长郑文灿一早起就去北科附工替学校加师生加油。没有很高兴哎，没有很高兴啊？怎么说？今天要考试。到校上课跟线上上课，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到校吧。我比较喜欢学校上课，因为线上上课没有那个感觉，就体育课啊，最明显要体育课。北科附工虽然恢复上课，不过希望有57位师生就要伫咧厝内自主健康管理，进行7天的线顶教学。学校讲，校内加强防疫，除了定时清消，师生食物件时阵袂使讲话，食煞隔板桌啊随消毒。有症状会再裁剪。我们是经过了 CDC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目前长荣航空机师2+1的这个确诊事件，没有任何新增的个案。我们确诊的同学，他说他的感觉就像得到一次感冒，那感冒过了以后，其实从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问到的他的健康状况都很好，所以他也谢谢很多人关心。市长郑文灿讲，12到17岁国中高中生 BNT 预防社自2日开始做，桃园总共258间学校，13万位学生有效要做，有效率97%，其中95%伫咧学校做，2%去医疗院所做。北科附工会伫咧23，和2000多位学生拢做。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9月2日是国家防灾日，内政部消防事务嘛，伫今仔9点21分开始进行地动海中的警报演练，有真侪人的手机啊，拢有响哦，有收到简讯。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早起嘛，到南投的消防训练中心视察，总统嘛强调讲，全球拢受到一关气候的威胁，台湾的防灾救灾的能力一定要不断的加强。110年国家防灾日10点59分一个到，全国电视的画面就主动切到公司的频道，同齐来放这个防灾的消息，通互用户通接收到政府灾害的消息。总统蔡英文嘛透过电视的转播，强调讲，灾害发生的时阵，都要紧密来处理，这就是咱所咧演练的目的。特别是面对极端气候可能造成的复合式灾情，我们也更加努力推动抗旱、防洪等基础建设，增加台湾防灾的韧性。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必须迅速应变，
这也是我们举办演练的原因。今年的921是国家的防灾日，拄好拄当着中秋连假，防灾演练就提早到17来做。伫个早起9点21分的时阵，中央气象局甲民众发送国家级的警报，请民众手机接到了后，就要来配合拍落去掩护、靠尾刷雨灾这3项步数。9点25分一个到，嘛对沿海的民众来发布海啸警报。今年以来，我们除了对于几起地震发布了国家级警报，也透过细胞简讯提醒民众防疫的资讯，善用科技强化示警机制，来保障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持续在做的工作。总统17嘛特别到南投消防署消防训练中心来看，伊听简报了后，佫发送红包慰问这辛苦的防灾人员，嘛勉励讲这防灾人员，伊若是去拄当着极端气候的时阵，都会甲这个防灾救灾甲做搁较点停咧。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为着要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公路总局会补贴业者伫连续假期车票是拍150折的优待。今年因为疫情交通部无补助，有客运业者佮甲旅游平台合作，车票会当拍8折咯，这几天嘛拢有优惠。台北转运站内面一早起就旅客要来坐车，受到5月开始本土疫情影响，客运业者的载客率是一直搬。有真侪民众是伫咧防疫降级了，才敢来坐车。因为快1年没有看到我爸妈啦，对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现在又稳定，然后虽然疫苗也都有打了，那就觉得说好，那就回去啊。一段时间就是都没有离开住的地方，这样子。所以蛮久没有搭客运了。对，就是大概3级警戒降了之后才有再打。客运业者统计，伫顶一个连续假期，5月做连续假期，客运的预售票只敢卖出1成外。伫这边中秋节连续假期，因为本土疫情有较稳定，看起来旅客有较多。不过公路总局这边并无送做连续假期补贴业者转型等优惠措施。业者讲，只要是自救，甲平台业者合作送优惠票，上俗会当拍8折。那因为这个措施的话，相对的那个销售比例相对是有比较高。今年中秋连假啊，那个跟上一次连假那个端午连假来讲啊，这个有点天壤之别。是端午连假那一次的一个售票情形，大概是1成多一点。那我们这一次的预售情形累计的话，平均起来是4成。业者讲，这边中秋节连假销售情形算袂歹，不过防疫依然是上重要的。希望旅客爱遵守防疫的措施。目前大客车虽然无门会座的限制，不过坐车用爱全程挂水烟，而且袂当食啊啉，车站内面也会加强消毒。记者综合报道。烦恼的为着病旅客甲病毒拖到离岛南苏，所以伫中秋连假这几天台东县政府对今仔开始，伫台东的富公市场帮有准票的民众免费做快筛，大部分游客拢愿意配合。台湾县政府17开始正式伫富公渔港客运卖票的所在启动坐船志愿接受免费体检的服务。要去列岛甲南苏的民众甲游客，只要有迄天坐船的准票，就会当免费接受体检。早起9点半的船班，就有人提早2点钟来体检。要过有注过疫苗，还是讲有3天内体检是阴性证明，都唔免过体检。对大家比较好，比较安全啊。因为离岛居民烦恼中秋连假，逐天可能有3000外游客会带来疫情，希望这游客一定要有快速体检，还是疫苗证明。不过中央是无强制快筛规定，有游客都无清楚到底是买票都要提出快筛证明，还是上船才提出证明。有游客买票，互人要求要提出疫苗注射证明，还是快筛证明。有游客无要求，上船嘛无检查。游客质疑这客轮业者是不是无最好配套的措施？买票的时候有没有看快筛？没有，但不知道前面海巡会不会看。规定要有持快筛证明才能进入绿岛吗？或者是好这边没有规定，没有强制嘛？那我坐船到了绿岛，绿岛那边就说你要有快筛证明才能让我入岛，那我是不是就白坐了一趟，白跑了一趟？县政府是讲，目前中央并无强制民众一定要快速体检，地方嘛袂当强制游客做体检。县政府敢会当配合离岛居民的要求，伫码头提供游客自愿性做体检服务。头一天启用，大部分的游客拢真配合。县政府呼吁游客，中秋连续假期上好是会当先检验，也是讲做过疫苗才前往离岛。记者综合报道。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指出，讲有一对胃着病翁仔某，因为为配合医疗，罚款60万哦，罚单嘛拢无落，所以即马哦，因的车要互扣起，准备要拍卖咯。无人哦，伫检疫期间出门，有人欠检疫旅馆的费用10外万哦，嘛是罚10外万，嘛拢无落无，即马嘛法务部嘛准备要来查封因的厝。比对资料了后，大封条甲车辆调走。这台车是高雄一名工程女子的财产，伊甲翁婿今年5月底甲6月初分别确诊着新冠肺炎，住院期间无爱配合疫调，互卫生单位无法度找着感染源，翁仔某拢互人罚30万，煞无爱缴。法务部行政署高雄执行署查到太太名下有车，就甲伊的车辆扣起来要拍卖。各有民众伫咧居家检疫期间出去买物件，罚着10万块无缴，嘛无纳着防疫旅馆的费用，厝拢查封起来。义务人名下有房屋移动，防疫专案执行小组前往执行，在移送机关查封以及地政人员的测量下，完成本件不动产查封程序。另外一名民众，就是1月返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期间，真侪届甲手机放伫厝内了后，出去买物件，罚重罚100万，所以伫3月已经离开。高雄分署无排除要强制抓人，持续追查庄男的财产以及资金流向。不排除将庄男予以拘提管收。高雄分署表示，后续来清查伊的资金流向，嘛提醒民众爱配合着规定，才袂犯法。若罚金无纳，嘛会强力来执行，甲财产扣起来。记者王刘婷、柯正俊高雄报道。今年的5月份，台中市朝阳大学有学生啊唱 KTV， 爆发群组感染哦。有一个学生啊，因为冇接触，也毋过拢找无人，罚6000块。后来发现讲，伊是连一个手机啊号码是登记因爸爸的名，因爸爸嘛提起诉冤哦。市政府今仔决定讲要来撤销这6000块的罚款哦。行政执行署的人员来到姓汤的女性厝内，老母一直咧解释讲，查某囝毋是调工，唔配合药调。他在读高2的时候请的，说那时候不能，就是请他爸爸的名字，所以那只手机到现在还是他爸爸的名字。今年5月份，台中爆发朝阳大学唱歌团的群组案，姓汤的女性迄天唱完歌，记当天又搁去共一间 KTV， 别个包厢唱歌，主动是留的手机号码是登记老爸名，师傅后来扩大药调，一开始联络袂到姓汤的女性，认为伊药调无老实，该罚6000。到底是汤女在持有，还是她爸爸持有中，从客观事实上是不明的，但是第一时间就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那站在主管机关的人员认为是说，他是不是在规避或妨碍疫调？姓汤的女性，伊的爸母是真委屈，也是先落罚金，也强调讲毋是调工闪疫调，有联络到查某囝叫伊去快筛，即马已经提诉冤。有律师认为，目前欠名者多数是用手机来验证，行政单位的处分虽然合程序甲正当性，但是含实际状况有一寡前差。民众也认为讲，要处分就看个案的状况。手机重要轨迹都可以查得到人，他没有存在的故意违规行为，法律上也没有禁止他的手机必须登记本人。的确，手机可能是登记我的，是给妈妈使用。那可能走进商场，不是我走进商场的。律师表示，手机号码登记甲使用无一定是同一个人，若使用者无记做，也无追踪袂到，就无应该互认定是毋配合药调。台中市府表示，诉愿的委员会决议撤销罚单，会停止执行。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有民众要回国进前哦，有先伫网络订防疫旅馆一暗2700哦，回国住入去旅馆内底哦，所发现讲四界拢是家纸地拄，副路径的水管嘛会漏水哦，环境是真歹。甲当初伫网络顶头看到的相片是差真侪。苗栗县政府表示哦，已经取消这间防疫旅馆的资格，暂时因袂当阁收人客咯。生果的卡垫碰床旁边还佫有加抓尸体，详细看这床头放的螺丝嘛灵去啊！这是苗栗市一间防疫旅馆，民众9月初3回国住入去这间所在，内底是真垃圾阁乱。这间旅馆官网顶所展示的各种设施甲图片，甲实际差真侪。完全就是被骗啊！晚上的蟑螂啦、蚂蚁啦、蜘蛛就会爬出来。这毋是单一个案，同款住伫这间防疫旅馆姓吴的小姐也讲，防疫旅馆外口放真侪杂物，房间内真湿，还佫臭扑味，就连床巾嘛真侪狗血，互伊几落工拢无法度安心休困。那个手上就麻麻的，蚂蚁就爬上来了，
就因为那个床单是白色嘛，然后就看得非常明显。我们都已经请那个消毒公司来消毒了，我们都正在改进中啊。对于接到投诉的消基会认为，对需要住入去防疫旅馆的消费者来讲，是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是一定爱做的。中央甲地方主管机关伫防疫工作正无用的时阵，嘛应该拍拼为防疫旅馆的品质做监督。在防疫旅馆每周都会固定的联合卫生局、消防局、环保局到现场去做督导跟确认。在针对不洁的部分，那时候有群业者要限期改善。但后来卫生局还是有发现，他们有一些部分没有做的尽善尽美的部分，那也已经有开出罚单。苗栗县政府是讲，已经顶礼拜将这间防疫旅馆甲摕落来，要求爱停止招收新客。听后，最后这10个防疫旅馆隔离期满了后，会阁进行评估，是毋是互伊阁做防疫旅馆，也尊重业者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网络情人试叉猫，伊做高端疫苗哦，伊搁家己开2000块去验抗体哦。伊后来伫网络表示讲，伊的抗体甲做无共款白注疫苗的朋友哦，减了上百倍，引起真侪讨论。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只有开放机组人员会当自费验抗体，并以帮民众验抗体佮收费，这是违法的。点开网络红人4菜鸟面册9月7日迄篇自费验抗体的文章，也搁伫哩讲高端疫苗第一期做完15天后，自费开1250块，验出来这个 IgG 数值是35.4，抗体数值偏低。无想到自费检验新冠疫苗抗体，目前无开放予一般的民众检验。中央现在没有开放医疗院所自费来检验做抗原检测，它的收费标准没有经过审核定的话，那这部分就会违反医疗法的一个规定。进前指挥中心就表示，敢若开放予机组员会当自费检验血清抗体，而且是敢若12间，经过疾管署审查通过的病院会当提供服务。一般的医疗院所若是私底下接，恐惊是违法。知影讲会去害到病院方发的4菜鸟是讲，只是想要知影注入身躯的疫苗是毋是有保护令尔。我也不知道这相关法规真的有法规这事实存在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去注意。我也不希望他们触法挨罚，但是我又想要关心我的身体。这不是什么不合格的事情拿来验。那如果大家觉得收费有问题，那这个我们尊重市政府的规定，那就尊重啊，我没有什么意见啊。不过，原来有意思呼吁中央应该爱赶紧开放自费检验疫苗抗体服务，强调民众有知影的权利。我们希望公共卫生单位能够早点的核准在医疗院所开放这样子的检验，不能够抹煞了这个老百姓这种知的一个权利。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所产生的抗体关系，因为个人体质无同，数值关系也无同。强调当初是因为少数技术员做完2剂疫苗，体内也是无法度产生抗体。再加上 Delta 病毒真流行，大概发生突破性感染，所以才会开放自费来验抗体服务。未来是不是全面开放，爱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保安警察大队霹雳小组一个姓洪的警察，9月13甲朋友食饭，冒啉酒，互人检哦，也毋过伊说毋肯做酒测。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彭永林知影了后，是非常的生气哦，甲这个警察记一支大告，伊的长官嘛连带互处罚。骑着奥多麦伫路上出来出去，警察对咧后壁是甲人砸落来。果然，又阁是啉酒后骑车的事件。台南市警方拍拼咧掠食酒驶车，而且一再强调对食酒驶车是零吞论。不过9月13所发生一件家己人食酒驶车的事件。就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何况警察是人民的表率。那如果远警自己都不能够作为表率的话，大家当然是非常生气。9月13这天，一名属于台南市保安大队霹雳小组姓洪的警员，啉酒了后骑机车，因为无戴安全帽啊，互警察砸落来，规身躯顶全是酒味，互要求酒测。不过洪警员表明身份了后拒绝酒测，随后带转去通报督察系统。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是真生气。连带处罚洪警员的3名长官。发生这样的案件我们非常痛心，也感到非常抱歉。那局长在昨天的例会中也特别指示业务单位要从严跟从速的来办理这个行政惩处的部分。那我们会加强相关的这个防治作为。台南市警察局除了将洪警员记大告，撤销霹雳小组的牌照，调离分局以外，也连带处分洪警员的小队长，
分队长和大队长，要让所有的官警紧记犯着食酒赛车的下场。记者综合报道。阿年矿场的执照等冤案，昨午台北行政法院宣判阿年败诉，已经取得20档的执照，确定撤销。也毋过依照矿业法咯，阿年嘛是当阁继续挖矿。反阿年自救会是表示讲，因非常的无奈。听到最高行政法院驳回阿年的上诉，反阿年自救会成员感动甲流目屎。严过这换来证据无法度互部落得到保障，因为伫咧矿业法的保护下，阿年一个人继续开采。没什么好高兴的地方，但外界来讲说，好像部落得到了迟来的正义。我们后面担心的就是，比如说亚尼会用其他的方式去杯葛，或者是说是反对，就是说这样的判决。阿年新城山矿场，2017年摕到经济部第3遍的典型20年，因过因为无经过原基法，摕到部落自相同意权，在地铁路局责任不管结果。2019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责任胜诉，阿年阁上诉，16案最高行政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咨商程序已经在做，所以我们就会持续把它做到完。在展现程序还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目前的采矿并没有受到影响。权团认为，这项判决敢若是对台湾矿场的发展设规范，也毋过要行使原住民自相同意权进程，按公布相关的调查报告，包括土地的真相调查，以及矿山地质调查报告，以及部落族人最关心的矿场转型计划的规划。那最重要的一点是，矿业法如果不修法，亚尼这个申请中的状态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阿年新城山矿场自1973年开采，经过1978甲1998年2遍的点检，在2017年第3遍点检时阵，互部落过。阿年强调，已经伫咧109年6月启动原住民自相的停驶，因果受疫情影响才会延前。因若开采作业受到矿业法的保障，未停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昨暗10点宣布正式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中国的商务部嘛甲纽西兰进行电话会议，咱台湾嘛积极要申请加入这个组织，也毋过一直无消无息。过来有经济专家是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国际社会公平来评断讲两岸对自由贸易的诚意。中国商务部伫16暗时10点发布消息讲，商务部长王文涛已经向纽西兰正式申请要加入 CPTPP， 也进行电话会议讨论赛后的工作。9月16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虽然中国要加入 CPTPP 爱成员国的答应，不过也想要加入的台湾却拢无进度。李伟赶紧向政府发声。最起码一定要比中国先入会。如果比中国晚入会的话，中国要先入会的话，台湾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是跟时间在赛跑。中国现在大陆已经先加入了，对我们的加入应该会有。更让我们的加入会有更高的门槛，这一点是很遗憾的。那政府实在应该要赶快想尽办法。CPTPP 本地是 TPP， 包含美国有12个成员国。2017年，苏当时的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退出，经过日本的推动，其他11个国家组织 CPTPP。若新成员要加入，得要有成员国的共识。今年2月份，英国提出申请，中国9月16也申请。因为 CPTPP 成员国的贸易额占咱国整体贸易额24%，对咱要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是真要紧。面对中国申请 CPTPP， 台湾的进度也受关注。过去中国没有提出要加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担心中国是不是有一些台面下的手段，影响这些 CPTPP 的成员来阻挠台湾的加入。但是现在呢，既然他也提出，那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提出，就是公开让国际来公平检视两岸对拥抱这个自由贸易的诚意嘛。学者屈达生认为，台湾伫关税、非关税的贸易障碍拢比中国较少，加上2015年通过国安法，佮有关外资的限制，现主时台湾申请的进度就要紧。紧加入 CPTPP 的谈判，凡是有机会比中国较紧。记者综合报道。
当年强调讲要甲毒品宣战，后来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任期伫要到咯，也毋过最近哦，所有真侪民众因为扫毒行动死亡，杜特地嘛因为滥用暴力迫害人权，等下面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调查。也毋过哦，杜特地是表示讲 ，ICC 对菲律宾无司法管辖权，伊绝对袂配合。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检察部门为2018年展开初步调查，到尾啊的判断有合理基础，认为杜特地政府在2016至2019年期间，透过反毒运动犯下反人类罪的谋杀罪行。在 ICC 展开调查了后，菲律宾随时宣布退出 ICC。针对 ICC 批准侵入调查这个案，回顾总统杜特地透过发言人再次声明，未配合调查 ，ICC 卖笑想。 na siya'y mamamatay muna bago siya haharap sa mga dayuhang mga West. Dahil ang ating mga hukuman ay gumagana. No? At ang korte ng ICC ay walang jurisdiction. A flat-out lie. The fact that the investigation covers the killings in the periods, in the years when the country was a member of the ICC. 根据检察官所提出的评估，所讲的反毒战争运动，未当互人当作合法的执法行动，颠倒是对百姓系统性的攻击。Those who destroy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will be destroyed. Those who kill my country will be killed. 国际刑事法院 ICC 6月公布一份报告，杜特地自2016至2019年毒品战争期间，公开鼓励执法人员在街路掠人了后，非法处决，犯下危害人类罪，估计有超过6600个嫌犯死亡，按过实际数字可能更加悬。这原来是 ICC 所来要调查的重点之一。 Yang siguro plano niya pang tumakbo ng Vice President para makaiwas sa pananagutan niya. 杜特地9月初得到执政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甚至传出要为伊的查某囝萨拉参选铺路。菲律宾百姓难免会想讲，伊是要延续伊的政治野心。若说杜特地真正顺利当选副总统，享有豁免权，就当闪过国内外的诉讼案件。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咱来看印尼首都雅加达的空气品质是真歹哦，嘛对当地民众的健康寿命有真大的威胁。2019年有32个雅加达民众对总统、有中央佮地方的官员提起空气污染的诉讼，将宣判咯。反映是要求政府爱加强来改善国家的空气品质咯，嘛爱保障人民的健康。伫咧路走的车，大部分拢是使用石化燃料。 抑个迄寡无加装过滤装置的烧煤的发电厂，互雅加达空气限负微粒的水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6倍较低，是东南亚地区空气污染情形上严重的城市。美国的研究报告抑个警告雅加达的居民，因的寿命会因此减少5年半。2019年，纪律会学者专家在内的32人，共同对总统佐科威、卫生环境甲内政部长等官员。 一个雅加达甲市造化的省长提诉讼，要求当局采取行动改善空气品质。雅加达中区地方法院延前判决纪录片了，总算伫咧16宣判。Menghukum tempat satu untuk menetapkan baku udara ambien nasional yang cukup untuk melindungi kesehatan manusia, lingkungan dan ekosistem. Setuju saja saya. Kalau ibaratnya ada solusi yang bagus buat pengendalian polusi di Jakarta terutama dan sekitarnya. 法官部裁定被告的作为违反人权，严格要求被告爱采取行动改善全国的空气品质，包括强化空气品质的监视系统，加强对老旧汽车或者是其他污染源做定期排气检测，严听违法的排污者。 并且定期向民众报告空气品质的状况。对此，总统府发言人拉赫曼无正面的回应，只敢讲相关议题由环境部决策。因为雅加达的省长阿尼斯是讲伊未上诉，会执行法院的判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惠灵县岛内截流3小班，因为离岛内工业区真近，一直有空气污染加废水的问题。 最近有民众向环保局检举哦，讲因徛街附近有臭味，稽查小组煞伫通报了后2点钟才到现场。也毋过环保局是强调讲哦，这2个月已经告发20件，36件污染案件，所来一来处罚。
摕到被报条，来自云林斗六石流班的三李李明，大声喊着幸福民众好的空气品质，因为临近石流班的斗六工业区工厂时常传出臭味。有当地民众表示，通报环保局稽查小组，1、2点钟后才来到现场，根本抓不到偷排业者。每天没有一天没有闻到的臭味，不是猪屎味，不然就是那个很臭的塑胶味道。大石流班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走上街头，希望我们张县长以及有关的相关单位来协助我们石流班的工厂污染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系统性的解决。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斗六工业区工厂多，而且属于无工种类的工厂，过去真歹来认定倒一间工厂来偷排污染。为着安尼，环保局成立的合作案小组稽查，这2个月内已经告发20件，总共36件的污染案。2个月执行专案下来，那总共总共处分了36件，那其中空污的部分，就14件的部分，那包含它整个防治设备没有操作，或者是有其他一个违反的空污法的一个情事。那另外我们特别抓到了水污法4件的部分，那包含偷排废水就占了3件。环保局表示，针对民众质疑通报后稽查时间上晚，目前已经交由警方单位来调讨论记录进一步调查。至于后续针对斗六工业区的工厂，会来建立各厂区的空污指纹资料库，只要民众真正有臭味，就会当马上采用比对厘清污染源来开发。记者为报道。来看屏东科技大学一个鸟类生态研究室，因伫农田内底做一款悬架啊，互麻雀甲一寡鸟啊会当来遐歇喘哦。麻雀嘛会当来斗相共掠残忍的鸟鼠啊，减少鸟鼠啊偷食农作物的损失。当地主人嘛讲哦，自从细只的物件，生态是已经愈来愈多元咯。画面顶一只麻雀掠着鸟鼠了后，停伫架仔顶面休困。这款画面，互附近的学生看甲真激动。是我第一次看到老鹰，对，然后我觉得它还蛮大的，有点可爱。其实这款画面并不是运气好拄好翕到的，是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甲高树乡的先导书院合作，做伙做的免禽生物防治法。因为屏东高树有种真侪往来，不过田林却常常受到鸟鼠的侵害，所以因就伫田林采6米悬的架仔。毋但提供麻雀甲鸟类休喘的所在，麻雀人到地嘛会伫田林找食掠鸟鼠，减少鸟鼠损害农作物。用竹竿弄一个制高点，这样它就有机会可以吸引猛禽或者是一些食虫鸟进到这个田区里面来站立、来停栖停留，那就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田区里面帮忙抓老鼠。从设了这应栖架，其实我们发觉到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就是说，居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荣。鸟类研究室表示，伫田林搭悬架仔是一款对环境生态真友善的方式。毋但互附近的生态更较多元，麻雀找者嘛袂甲所有鸟鼠拢消灭，会维持一定的平衡。因为这边伫高树的经验真成功，未来按算要甲这款方式推展去更较侪乡镇，互农业甲自然生态会当找到上好的相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想讲，敢若少年人会晓耍电竞游戏，咱来看台中市运动局甲丰德老人基金会合作举办电竞的比赛哦，开放60岁以上的时代参加。望讲长辈嘛有机会会使来了解少年人的兴趣甲文化。想讲电竞游戏，敢若是少年人咧耍，是大人耍起来也袂输少年的。电竞游戏的直播主老盖伦是表示讲，耍这款游戏通增加世代对话。玩这个游戏，它能让这些老人家、长者，他的脑袋反应更加灵活。他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结识到了很多无数的学生、年轻人，甚至高材生。你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些这个世界这些科技的新知识，以及游戏知识，以及他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时下用词用语。台中市运动局和丰德基金会合作举办比赛，开放60岁以上的长者报名，按算为北中南找30个队友，8月开始训练，11月交流赛。玩这个失智的话，动脑是一个很重要的游戏，所以我们想到用电竞、不老电竞来刺激他们的脑波，然后呢，同时可以跟家里的朋友。年轻的孙子们一起来
共乐。最重要是透过电竞这个平台哦，拉近3代亲子，可能是祖孙这2代跨世代的这样的关系。刚刚我们的选手也特别提到哦，在家里玩这样的电竞，其实可能跟小朋友、跟家庭都有某种程度上一定的连结跟互动。长辈耍电竞游戏反应可能无少年人遮紧，不过时代有机会了解少年的文化，增加互动机会也是真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开始哦，中秋连假放时间，高雄市政府嘛甲电信业者合作推出观光区的人潮警示系统哦，要提醒民众出门进前哦，得爱先看人潮有偌济，才决定讲敢要出发。伫网站顶头经要去的景点，就当看到当地目前人是侪啊少，阁有天气甲空气品质等等的资讯。为着避免时间的中秋连假，景点有伤侪人客做伙，造成塞车甲防疫的风险。高雄市政府甲电信业者合作，推出旅游人潮警示系统。红灯表示现在的人流略多，已经达警示状态，可以请民众评估调整自己的行程。如果是红灯的话，代表景区的人流即将过量，现场会进行管制。这套系统会以通讯加 AI 技术，对7大开放式的景点做人阵的分析，民众会当来查，若是伤侪人，就先莫去。除了高雄推出警示系统，屏东嘛对热门的景点做交通管制。我买10几份，我就是要提早哦，不然来就会人挤人。放公共的猪脚，互人看甲流水烂，万巒猪脚价变啊到假日，都有真侪来买猪脚游客。为着避免伤侪人客做伙造成塞车甲群聚的情形，中秋连假买管制出入。高中路及永和巷之间的民和路段，在4天连假上午9点到晚上7点，公告划设为行人徒步区，禁止车辆通行。这边的中秋是港二级警戒了后头一个连假，真侪人已经伫厝关几落个月，准备要趁这边的假期好好耍一逝。县市政府提出各种管制措施。防止连假伤侪人游览，正做防疫的工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规定，嘉义镇公共化的私立幼儿园教保员的薪水至少要29000块起跳。也毋过，工会调查显示，讲有一半的教保员薪水都无超过。工会嘛要求教育部，若是查到幼儿园违法，应该要取消公共化的资格。疫情降级，幼儿园定性开放，安尼互真侪家长会当较松透一寡。教保人员是减轻家长负担的重要角色。便来讲到这个劳动条件薪资行情的时阵，就面啊绿色。全国教保产业工会便来人规年也做一本调查。2019年私立教保人员的平均薪资是2万至2万3，到2017年是2万1至2万4。2018年政府规定讲要加入准公共化的需求。因的薪资上介少就要为2万9来起跳，不过到2020年，佫再甲调查，发现讲平均薪资敢若有29933块。不过若是随个来甲看这个问卷，其实有挖要一半准公共化，打到一个教保员，其实因的薪资拢还未到2万9这个坎站。那有时候，那他们实际拿到2万9的薪资，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时比较长。所以有算在所谓的加班费在里面，然后堆叠起来才有那2万9。工会嘛统计讲，有43%的教保员，逐工因超时工作10点钟，有21%的教保员因无法度达到这个补偿的年假。另外，屏东有一间私立2级的厨工咧投诉讲，因这间学校超收的问题真严重，因总是会当安尼4两8千金来甲闪开政府的调查。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教育局来稽查，园所都会事先知道，甚至还会先要求幼儿部老师、安亲班老师都事先点列要怎么藏匿小朋友。目前其实我们是已经有请屏东县政府在查核，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他查核的状况，后续再请他会给我们教育部再做一个回复。工会呼吁讲，教育主管机关都要确实来检查，无应该做手，若无私立的业者，因就会煞咧为着要较好练，来牺牲教保人员的权益。安尼嘛影响到囡仔的受教权。记者黄怡晶、郭俊麟台北报道。这几天有愈来愈侪少年人登去故乡做事，因若用有限土地新观念来种植，嘛帮助地方发展特色，望讲会当来复兴农村哦。一礼拜六暗时6点半，公司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熟悉这农村新青年。后期这内底
那这看起来那土啊内底其实拢是做侪稻温啊。要互环境永续发展的方式有真侪种。第一家己出世的杨志凯创办石秋乐 Circular， 应该一般人无想要擘大的精神的排泄物，甲相关的有机废弃物，经过稻温啊消化了后，产生的稻温啊屎，加做天然的农业有机资材稻温啊土。就讲对遐个牛场、遐个牧场来讲，我会使帮伊解决伊的问题。啊，阮就去饲这，就去甲外口一般的社区啊，还是一寡朋友分享，所以嘛感觉真新鲜、真趣味安尼。如果能把后面这个厨余废弃物的方式补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完整的循环。对杨志凯甲王丽如来讲，饲稻温啊这件代志，是因对绿色农业的实践，要来解决环境的污染，提升地方的产业。然后平常时啊，因个人嘛有发展的领域，因加入去甲大学、甲社区内底，甲因所学的连接到生活当中。咱来讲人口数内底吼，5%对农业有兴趣的囡仔，咱拢甲留落来。安尼长期经过，农村特别讲人口外入。农村是做事的所在，是生活的所在，嘛是石秋乐 Circular 建构梦想的所在。因想要打破过去一般人对农民聚会、艰苦、甲善食刻板的印象，要来传达新的观念，深入农村，达到社会、环境甲经济平衡。记者吴定武、魏文良综合报道。来看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总颁奖，2位得奖者，一个是念歌林间国宝杨秀琴，一个是舞蹈界前辈廖凤客。文化奖是来肯定因对文化艺术的推广甲传承。年纪86岁的唱念艺术家杨秀卿，最近身体无啥拄好，不过也是出席行政院文化奖的颁奖典礼，上台发表感想，讲无几句开始用唱的，只是唱了有淡薄仔卡卡，伊坦白讲是因为无炸琴。真歹势，讲也无夹琴啊，难做安怎唱歌。细汉时啊，失明自细汉走唱毋捌中段表演，毋愿互传统唱念失传，伊成立艺术团，展开巡回表演。过去为着生活才唱，即马为着文化，互人讲是人间国宝。今年协办行政院文化奖。感谢恁大家到收听。今仔日无想讲我这阿婆这尔只老啊吼，今仔日会当幸运来到这，我感觉实在是真好命。得奖也有国内头一位舞蹈博士刘凤客，伊的现代舞创作重视民族文化，伊更加重视教育，也捌得到教育部头一届艺术教育贡献的终身成就奖。再来，伊也因为健康的因素无法度出席典礼。他特别要我转达他最深、最诚挚的谢意。他说，他仅仅只是一名舞蹈的终身义工，终身的志工。行政院文化奖是官方最高等级的文化奖项，表扬杰出艺文人士的终身成就。这届2位受奖人，伫传统艺术也甲表演艺术拢有真重大的成就，因为因更较侪人会当认捌文化的精彩，因为安尼才有法度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文化局最近推出一个两河流域的展览，望讲会当互民众来认捌新竹县开垦的源头、头前溪甲红山溪这2条河川的故事，那么做伙来了解。头前溪过去日本时代主要是预防大水，即马除了维持残垣灌溉功能以外，也提供民生甲工业用水，对新竹县市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河川。这站新竹县文化局透过地理风貌、族群分布、水利建设、产业发展的小改展出，希望民众更加明白家己的家乡。对于我们闽客原心可能是说一家亲，其实这也经过历史上200-300年的一个融合，族群之间互相的理解包容，那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因为大家生存在这个土地上，靠这个应该是靠这2条河流的一个这个滋养嘛哈，所以事实上在这样发展，最后我们也走向于一个族群共荣共存。不过随时代改变，河川的健康嘛受到开发的影响。有这侪年经验的乡土人文翕相老师就讲，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片土地。再怎么样禁止还是禁不了，是由我们的
全民的百姓要有共识，就爱护地球。不管科技怎么样进步，我们实在还是要靠一个水啦养育我们，对不对？我们才有办法生存。为要让囡仔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等咱特别用绘本讲故事的方式，让大人囡仔拢通更较简单了解头前溪甲凤山溪的故事。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是医师，嘛是作家的洪明德，又出版一本册，叫做《淡路的小说》，描写一寡庄脚的小人物对故乡的感情。最近这本小说嘛出版台文的有声册，用台语来念出这个故事，是特别有感觉。那么做伙来听看卖。腊八白色的鸟仔毛，甲彩云划过，一点一点。倒着一寡摊开的色水。小说《淡路》的作者洪明德本身是医生，嘛是作家。2年前则摕到台湾文学金典奖等等的奖项，这届随国新出台文版。因为迄阵的台语程度写字的程度阁无够好，所以迄阵就用华语含台语套蓝的方式来写。啊，到尾啊慢慢啊学台语文了，有这个能力会当来写全台文，所以就想讲要甲这个故事定写转来做全台语安尼。洪明德为着写好台文、学台文，除了出台文册，阁有有声版本。听的时阵，就像咧听故事。盐仔透早只有2-3个游客上山，前手拢伫即个时啊去厝家迄边买菜。册内底除了竞选进前的5篇文章，阁加入1篇咸仔，伊用返乡也是庄脚内底的人做主角，点出伫传统规范之下的冲突、适应甲出走，其实嘛反映伊家己对家乡的一寡感情甲选择。我受教育拢是当外口啦，我是去台南读册啊，过来到台北读大学，所以有一个过程就是会顶去熟悉我即个故乡。伊掌握着台湾人有一种趣味，但是这个趣味背后实在是有一点仔悲伤。伊其实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所以只好用那种笑客的方面来表现。出版社表示，内面的人物关情就伫台南公山一带，所以甲写生活中的语言来表现是真重要的代志。淡路的册名台语就是礼物，作者嘛透过内面的人物带领读者做伙伫册内面找一个生命的新出口。记者陈雅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乌克兰有一个动保团体哦，因成立一间公司，专门为受伤行动无方便的动物来做轮椅哦，或者受伤的宠物买当正常生活。老大家波士顿和主人牵咧出来散步，有当时啊，也阁会踮伫咧主人的身躯边，看起来敢若伫咧晒奶。这2只狗本来4肢脚拢好好，尾仔煞因为车祸后脚袂行。От Лады отказались волонтеры. Мы забрали ее из клин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ее усыплять. И мы, скажем так, были против этого. Вот. С Бостоном мы уже не допустили до принятия такого решения. 这2只狗因为车祸造成连骨外伤，若无用物件甲连骨紧掉的，就会慢慢死亡。正讲起鸟狗已经收养40只被放晒受伤鸟狗的叶格罗夫昂母，就去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专门伫咧替动物制造轮椅的公司做2只轮椅，互这2只狗各当自由活动。伫咧做出第1代宠物轮椅了，因国改善材料甲制作方式，要求每一位落订单的主人就要提供宠物的现在寸脚甲受伤的原因部位，才能制造出适合下身的轮椅。Задняя лапа и нагрудная шлейка, которая держит, в общем-то, эту всю конструкцию на собак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атем прикручиваются колесики. 因为这款宠物的轮椅拢是刻字化，材料无同，介绍也无同款。不过对真爱鸟狗的叶戈罗夫来讲，开无够1万块台票，就当和心脏动物会当个走跳，就真有价值。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